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本身就是所有的众生本身原有的这些因贪嗔痴带来的缺点，加上呢我们自己看哪一项是最严重。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佛教团体里面的这些金刚师兄来说的话，当然也是要重视一切的造业的方面，但是要特别重视的方面来说的话，就金刚师兄内部的和谐，同时呢就是也是不诽谤整个的所有的这些修行人，所有的宗教有宗教之间也不要去诽谤任何宗教，但是自己就是接触的这个宗教，知道自己所修持的这个是最好这个最好是不是说整体的宗教哪一个最好哪一个不好，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今生最有因缘的最有缘分的，能够可以救我的这个宗教才是最好的最殊胜的。那在我们佛教的这个法脉传承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当然有南传汉传藏传以这样的3个大的传承。那么这个当中来说呢，自己认为这个才是最殊胜的，去接触了它以后呢，那再也不能回头，必须得要继续往前走。那这个中间有任何困难的地方跟任何辛苦的地方，有产生了任何障碍，都是要知道这就是我的修行的障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是要知道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现在一直造业，有可能过去也很多事都是因为这样也接触过，但也是因为这样没有修持圆满。所以我这一世当中呢，就是我们按照呢就是在从小乘的就是苦修一样，从大乘的六度波罗蜜的方式那么我们去想从小乘的角度去看他的苦修是什么样的，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去圆满。那我们去想再从这个大乘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当中，布施精进智慧禅定，这些都是一项一项都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最后达到智慧的位置再是有多少的这个。那从这里看，从布施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怎么说呢，那个佛子大菩萨嘛，作为就是为众生要满足众生的这个这些怎么说呢，布施放下自己的身体的肉，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生命，以这样的布施有多少次，无量无数的，就是佛的故事里面，佛经里面有这样的就是无量无数的这些故事。那实际上来说呢，我今天也是要往这个佛子菩萨的这个怎么说呢，修持的道路上学习的一个人。那我也是该有这样的一个精进心感，该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能够放下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善心。那从精进的方面去看，那么所谓的精进心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从禅定的方面去看，我们就是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就是稳定的心去修持那么忍辱的方面来说呢，那我们就是需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忍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忍辱。那这些一些小小的事情根本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我的业障带来的，对于我来说的话好像都是没有办法面对的业障。所以就是今天在一个团体，然后就是又离开这个团体，又接触另一个团体，那同样的就是哪里都待不下去，这到最后来说的话，就在一生当中修不好还好，因为这个中间呢就是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各个方面的关系，实践的关系，所以就不断的在造业。那不断的造业的话，这个造业的结果是什么？那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五见罪的，那么就是破坏僧团的这个罪是已经是非常接近的。对于一个在家的居士来说的，你的僧团是谁就是金刚师兄。金刚师兄的重要性，从我们在这个
就像大乘、小乘，我们就刚刚讲了小乘方面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经过的苦修的方面；大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修持按照就是主要的修持是按照是六度波罗蜜的这个过程，那都很清楚，大家都有的时候就这些六度波罗蜜，哎呀，听说过很多次布施啊、忍辱嘛、智慧嘛、慈悲嘛什么等等，禅定嘛就是智慧嘛等等，这样讲一下也不够，有的时候就也重新的去想一下啊，布施有什么布施的公案，有什么做了什么样子的布施。过去诸佛菩萨们做了什么样子的布施，我们应该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样的相同的地方，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大概注意哪些才是会不会造业，这个非常重要嘛。那持戒的方面也一样，忍辱的方面也一样，那么在这个精进的方面也一样，这些都是一定要去看过去的诸佛菩萨的一些怎么说呢，那个故事跟一些案例公案，然后呢，同时也是自己去把这个降在自己的身上，降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啊。那么你每天就是在任何时候，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之间啊，也是很无奈、很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忍辱，也是实际上是有功德的。佛陀让我们修持是修什么呢？修持自己的心。那这个时候不讲任何实践的道理，实践的一切道理，实际上对于佛陀面前来说不是什么道理，都是我们就是在一个梦中，在梦中的一切显现不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对于实际修持佛法来说的话，就是那一切道理也是不是什么真正的道理，实践的道理就是也是一个短暂性的一种自己所谓的一种执着带来的一种，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梦中出现的一个东西，那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现在正在出现的一个幻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对任何事情做忍辱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那就是嗔恨心来说的话一样，我们没有做到忍辱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想啊，我升起一个很大的嗔恨心，对一个人做到他的伤害，或者是说出一些他不喜欢的话等等，这些都是会有造业的。那其他的就又会想不到的。但是也是佛的故事里面也有，过去就是有一个比丘者，他对一个植物产生了一个大的嗔恨心那么最后就是他就做出了一个动作，把这砍断了这个植物，那同时也是他就因为这个嗔恨心的缘故呢，就是变成了地狱的众生变成恶鬼的众生，那么就是很多个大阿僧期间里面都是很痛苦，变成就是没有办法解脱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一个植物，就是一棵树产生了一个嗔恨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罪过所以这些来说到，就并不是说是对方是谁才是最重要，最主要是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了嗔恨心才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小乘大乘，那同时也是同样的可以用密宗的智慧大的菩提心跟空性智慧跟悲心，知悲无别的，以这种的一个方式来对待。所以这三种方式哪一个方式来，都是你就主要是真正的修持的方面，遇到任何的障碍都是用这三个方式来对比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或者是没有任何不能面对的事情。自尊作人着刚